歡迎各位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次呢一集啦，係嚟自衛報嘅報道。英國首相施紀賢任命啦文德森啦做英國駐美大使嘅醜聞啦就繼續發酵。佢呢就被揭發啦，係委任文德森做駐美大使之前啦，未有跟從啦呢一個高級官員嘅建議。佢更加係啦喺背景安全審查完成之前啦，就已經作出任命嘅決定。其後啦，文德森啦係被揭發啦，佢最後係未能夠通過呢個安全背景審查啦，但係最終啦，英國外交部咧就夾硬作出委任，仲喺未完成嗰個審查之前啦，文德森啦就已經接觸過啦一啲嘅機密資料。事件引發嘅政治風波咧，就令到咧有啲官員被辭退啦。而施紀賢咧亦都承認啦，如果佢早知道審查結果係咁樣啦，佢並唔會啦對文德森作出任命㗎。咁講翻詳細少少啦，咁施紀賢啦，其實喺任命文德森做駐美大使之前啦，曾經收到過一啲高級官員嘅提醒，就要佢啦等埋文德森嘅安全審查完成啦，先好作出任命㗎。根據最新嘅公開文件顯示啦，當時嘅內閣秘書 Simon Case 啦，奇斯啦，就寫信咧俾施紀賢，建議政府咧應該先完成安全審查，同埋詳細檢查一下啦文德森啦同呢個職位有冇利益衝突之後啦，先至好確認一個正式人選㗎。不過實際情況咧就係咧，政府喺2024年12月啦，已經宣布咗啦委任文德森做英國駐美大使啦。而文德森嘅安全審查啦，其實係直到2025年1月底啊，先至正式完成㗎。更加惹人關注嘅啦係啦，文件仲顯示啊，文德森啦喺審查未完成之前啦，就已經可以接觸到高級機密嘅簡報，亦即係話啦，佢未完全通過安全程序啦，就已經可以啦接觸一啲敏感嘅資訊㗎啦。早前衛報啦就已經透露過啦，文德森啦其實啦最初係未能通過啦英國安全審查機構嘅評估，但係咧最後啦外交部啦竟然推翻啦呢個審查機構嘅評估啦，照樣任命佢做駐美大使㗎。不過啦喺9月份啦，文德森啊就因為咧有資料顯示咧佢同已故嘅性罪犯愛潑斯坦啦有密切來往，引起極大爭議啦，所以就喺9月嘅時候啦就被炒㗎。咁施紀賢啦，將會喺星期一啦，今日啦，喺國會咧交代翻個事件係點樣，咁啊會解釋啦點解會喺未被告知啊嗰個審查失敗嘅情況之下啦，仍然批准有關文德森嘅任命㗎。而今次事件啊，已經導致咧有部分嘅官員落台啦。英國外交部最高級嘅官員之一啦，羅賓斯啦，佢就已經啦係被辭退㗎啦。預計咧佢禮拜二啦，即係聽日啦，亦都會出席國會聽證。到時事件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不過啦，唐寧街首相府方面咧就反駁啦，就話啦，有人話啦，羅賓斯咧因為法律限制咧，唔可以向部長透露審查結果。政府強調啦，其實啦就冇任何嘅法律啦禁止官員咧向部長提供相關建議，即係咧要保護一啲嘅敏感細節。而首相發言啦就表示啦，經過今次事件啦，政府已經改變咗做法。以後啦，仲要任命嘅程序咧會更加嚴謹嘅。施紀賢啦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啦就話啦，如果佢知道文德森啦係唔能夠通過呢個嘅背景審查的話啦，係絕對唔會任命對方做駐美大使㗎。佢亦都話啦，自己咧係完全冇被告知啦相關嘅情況，形容事件令人震驚啦，同埋咧就對於自己冇被通知啦感到非常憤怒。今次嘅風波啦，亦都反映出啦英國政府啦喺高層任命同埋國家安全程序方面啦出現咗嚴重嘅漏洞。咁啊，未來點樣修補呢個制度，同埋咧政府之後係點樣處理呢？就要睇睇啦。由今日開始啦，施紀賢咧佢係會點樣去交代啦。